各位街坊，大家記住，呢條片你睇完之後，一定要第一時間 share 俾你身邊嘅親戚朋友，尤其係屋企有老人家，或者係正話攞緊政府補貼嘅家庭，因為呢件事真係關乎到你嚟緊嗰年代入面少咗定多咗錢，係非常之咁緊要嘅。今日我一定要同大家講清楚，就係關於2026年中電嗰個基層家庭電費補助計劃，大家唔好以為年年都係咁樣。今年個規矩係有啲唔同咗，而且申請時間就係喺2026年3月2號正式開始。你一遲咗就真係蘇州過後無艇搭，到時唔好話我唔提醒你。我哋講緊嘅係真金白銀嘅補貼，唔係嗰啲要你買嘢先有嘅折扣，係實實在在幫你交電費嘅錢。首先，大家最關心嘅一定係邊啲人有份。我喺度同大家逐個數，大家聽清楚自己或者屋企人係咪屬於呢幾類。第一類就係攞緊綜援，即係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嘅家庭。第二類係攞緊長者生活津貼，呢度大家要注意，長者生活津貼係有分嘅，我一陣會詳細講邊一類長者竟然係冇份嘅，呢個係今日嘅重點。第三類就係攞緊在職家庭津貼嘅朋友。第四類就係全額學生資助，即係我哋平時叫開嘅全書津。最後一類就係攞緊傷殘津貼嘅人士。如果你係屬於呢五大類入面嘅其中一類，你就有機會可以攞到呢份2026年中電嘅電費補助。但係大家千祈唔好以為只要你攞緊呢啲津貼就自動會有錢入你戶口，呢個係好多人嘅誤解。呢個計劃係要你主動去申請嘅，而且係有配額㗎。如果你以為坐喺度等錢落嚟，咁你就真係太天真啦。講到呢度，我一定要先同大家講返個時間表，大家攞部手機出嚟，入落去個日曆度先。2026年3月2號，係3月2號啊！嗰日朝早開始就接受申請。根據以往嘅經驗，呢啲名額通常都係手快有手慢冇。雖然中電話就話撥咗幾千萬出嚟，但係香港基層家庭咁多，分分秒秒幾日之內就爆晒名額。所以你一定要喺2026年3月2號嗰日，或者之後嗰幾日盡快搞掂佢。你可能會問，去邊度申請啊？其實今年中電係同好多地區組織合作嘅，你平時去開嗰啲長者中心、地區辦事處，通常都會有表攞，或者佢哋會幫你網上交。而家我要進入今日最重要嘅部分，亦都係最多人會搞錯嘅部分。標題我都有講過，有一類長者津貼係唔符合資格嘅，究竟係邊一類呢？大家聽清楚，就係俗稱生果金嘅高齡津貼，即係嗰啲70歲以上唔使入息審查就攞得嗰1000幾百蚊嘅老人家。如果你純粹係攞緊呢隻生果金，而冇攞長者生活津貼嘅你嘅話，對唔住，你係唔符合今次中電基層家庭電費補助計劃嘅申請資格㗎。點解會咁呢？其實道理好簡單，因為中電呢個計劃係針對基層同埋有經濟困難嘅家庭，而生果金係一種敬老性質嘅津貼，唔代表嗰位長者真係有經濟上嘅急切需要。所以好多老人家或者做仔女嘅，以為屋企個老人家過咗70歲攞緊生果金就有份。結果去到申請嘅時候先發現唔得，白行一趟之餘仲好失望。所以大家記得係要攞緊長者生活津貼先至得，即係有入息審查，攞緊4000幾蚊嗰種啊。講返點解2026年中電要搞呢個計劃呢？大家都知啦，呢幾年雖然話經濟好似慢慢復甦，但係燃料費、電費加得幾犀利，大家心知肚明。雖然2026年嘅燃料附加費好似平穩咗啲，但係對於住喺劏房或者係大家庭嘅基層嚟講，每個月幾百蚊甚至過千蚊嘅電費真係好重負擔。中電作為一間大企業，佢哋撥出嚟呢筆錢，其實係想幫一啲真係有需要嘅人。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個案，就係上年2025年嘅時候，我有個街坊陳婆婆，佢就係因為聽人講話有電費補貼，佢以為自己75歲攞生果金一定有份，點知去到社區中心，個社工同佢講佢唔符合資格。陳婆婆當時好唔開心，覺得政府同中電好似唔理佢哋呢啲普通老人家咁。但其實陳婆婆，如果你真係生活好拮據，其實你應該係申請長者生活津貼，而唔係單單攞生果金。所以呢個資訊好緊要，大家一定要幫屋企人搞清楚，到底佢哋攞緊嘅係邊一種津貼。再嚟，我想講講在職家庭津貼嗰班朋友，你哋平時工作咁辛苦，每日做到隻積咁，可能為咗嗰少少津貼要計埋晒啲工時，又要填好多表。如果你係攞緊職津嘅，2026年中電呢個電費補貼對你嚟講係好大嘅助力，因為職津家庭通常係一家大細，有老有嫩，電費開支一定唔細。如果你申請到嗰幾百蚊或者1000蚊嘅補貼，
具體金額要等中電最後公布，但通常都係600至1000蚊左右，其實已經夠你交1-2個月嘅電費，或者起碼補貼到夏天開冷氣嗰陣嘅開支。所以唔好懶，3月2號一到就要去攞表或者上網搞。仲有啊，傷殘津貼嘅人士都唔好忘記，好多時傷殘人士嘅屋企需要長期開一啲醫療設備，或者係因為身體狀況需要恒溫，冷氣或者暖氣開得比一般人多，電費負擔其實係非常之沉重。中電將傷殘津貼人士列入名單，係非常正確嘅做法。如果你身邊有呢類朋友，記得提佢哋，唔好以為自己攞緊傷殘津貼就冇人理，呢個電費補助係專門為你哋而設嘅。講到呢度，我又要再強調一次申請嘅細節，大家一定要準備好你嘅中電電費單，呢一點好重要。你一定要係中電嘅客戶先得。如果你係住喺港島區，對唔住，港島係用港燈嘅，中電呢個計劃係唔包港燈客戶㗎。好多人會問，吓，咁港燈有冇啊？港燈通常會有自己嘅計劃，但係今日我哋講嘅係中電，即係九龍、新界、大嶼山同埋大部分離島區嘅朋友。你將電費單上面個名，最好就係你本人或者係同你同住嘅家人。如果你係租房住，尤其係租劏房，而你係冇獨立中電賬戶嘅，即係你要交錢俾房東，房東再交俾中電嗰種，呢度就有啲複雜啦。通常中電會要求你有一個有效嘅客戶編號。不過近年中電都好關注劏房戶，所以有時會透過一啲指定嘅非政府機構 NGO 嚟幫劏房戶申請。所以如果你係住劏房，唔好以為自己冇電費單就冇份，你更加要去諮詢下你區內嘅社區組織，問下佢哋2026年中電嗰個劏房戶電費津貼點樣搞。大家可能會有疑問，2026年嘅補貼金額係幾多呢？雖然目前仲未有最後嘅定案，但根據我哋收到嘅風，同埋參考返2024年同2025年嘅數字，估計每個合資格家庭可以得到大約600蚊港幣嘅一次性補貼。你可能會話，得600蚊，唔係好多啫。但係各位，呢度係講緊唔使你出錢嘅600蚊啊！對於一個慳慳地用電嘅長者家庭，呢600蚊可能夠佢哋交半年電費價啦。就算係一家4口，600蚊都夠交一期電費啦，係咪先？喺而家呢個乜都貴嘅年代，有1蚊得1蚊，係咪咁話？我再重申一次嗰個一類長者不合資格嘅問題，因為真係太多人問。大家記住，高齡津貼生果金係唔得嘅，傷殘津貼係得嘅，長者生活津貼奧嘢你係得嘅，綜援係得嘅，職津係得嘅，傳輸津係得嘅。如果你仲係唔清唔楚，我建議你聽日就去揾你樓下個區議員辦事處，或者去長者中心問清楚。因為2026年中電呢個計劃，佢哋通常會要求你提供一啲證明文件，例如你攞緊津貼嗰張證明信，或者係銀行存摺嗰張入數記錄。如果你到咗3月2號先嚟揾呢啲嘢，可能就太遲啦。仲有啊，大家要注意申請嘅渠道。而家呢個年代，好多嘢都講電子化。中電雖然會提供紙張表格，但係網上申請通常係最快最直接。如果你唔識用電腦或者手機申請，唔緊要，你可以叫你個孫幫手，或者去社區中心揾義工。2026年中電個網頁應該會喺3月2號當日準時更新。我喺度亦都要提醒大家小心詐騙。呢個世界好多衰人，一見到有呢啲政府或者大機構嘅補助計劃，就會有人整啲假網站出嚟，或者打電話俾你話幫你申請，叫你提供身份證號碼、銀行戶口，甚至係轉數快資料。大家聽住，中電呢個計劃係絕對唔會問你攞銀行密碼或者叫你轉賬嘅。佢哋通常係將筆錢直接入落你個電費賬戶度，用嚟扣減你之後嘅電費，或者係透過支票或銀行轉賬入俾你，但絕對唔會叫你先俾錢。各位，我今日同大家講咁多，係因為我真係見過好多基層街坊，因為唔知呢啲資訊而錯失咗好多應有嘅福利。2026年中電基層家庭電費補助計劃係一個好機會去減輕大家負擔。我想再詳細講下傳輸津，即係全額學生資助嗰部分。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讀緊書，而你係攞緊全額資助嘅，記得唔好以為呢個係小朋友嘅事。呢個津貼係以家庭為單位嘅，只要你屋企有人攞緊呢個全額資助，你就有資格去幫你個家庭申請電費補助。好多家長忙住返工，忙住湊仔，往往忽略咗呢啲電費補貼。其實呢啲錢可以用嚟買多幾本書，或者俾小朋友參加多個課外活動，真係唔好嘥。講到電費，
我又要多口講兩句慳電嘅心得。雖然有中電補貼，但係如果你唔慳住用，幾多補貼都唔夠交。2026年嘅夏天預計會好熱，大家開冷氣嗰陣，記住將溫度調到25.5度，或者配合風扇一齊用。仲有啊，如果你屋企仲用緊嗰啲舊式嘅電器，例如係嗰隻好舊嘅雪櫃或者冷氣機，其實係非常之食電嘅。我有個朋友換咗部1級能源標籤嘅冷氣機之後，每個月電費平咗成2-3成。如果你符合今次中電補助嘅資格，其實你都可以留意下中電有冇一啲換電器嘅計劃，有時佢哋會資助基層家庭換一啲節能家電。大家請記住，2026年3月2號呢個日子係關鍵。我建議大家而家就將呢條片轉發去你哋個家族群組，或者係你嗰個同鄉會、街坊會嘅群組度，因為好多老人家係唔會上網睇呢啲資訊嘅，佢哋全靠我哋呢啲後輩提佢哋。如果你見到隔籬屋個伯伯係一個人住，或者平時生活好節儉嘅，你都可以順口問下佢：伯伯，你攞緊邊種津貼啊？2026年中電有個電費補貼喎，你要唔要我幫你睇睇？呢啲就係鄰里互助精神。我再幫大家總結一下今日講嘅重點，免得大家聽得太長唔記得。第一，申請日期係2026年3月2號開始，名額有限，先到先得。第二，合資格人士包括綜援、長者生活津貼、OALA、職津、傳輸津、傷殘津貼人士。第三，大重點，純粹攞生果金高齡津貼而冇攞長者生活津貼嘅人係冇份嘅。第四，一定要係中電客戶。第五，準備好電費單同津貼證明文件。第六，小心詐騙，唔好隨便俾個人資料唔識嘅人。其實2026年中電呢個安排，某程度上都反映咗社會對基層嘅關懷。雖然大家都可能會鬧電費貴，但有呢啲補助總好過冇。我想講，香港人最緊要係守望相助。今日你幫咗個老人家申請到呢幾百蚊電費補貼，佢可能成個月都唔使憂電費，呢份福氣最後都會返去你身上。另外，我想同大家講多一啲關於長者生活津貼 OALA 同生果金 OAA 嘅分別，因為呢個真係全城最易搞錯嘅地方。生果金即係高齡津貼，係俾所有70歲或以上嘅香港居民，係唔使審查入息同資產嘅。但長者生活津貼係有資產上限嘅，你要低過某個數先攞得。中電呢個計劃之所以揀長者生活津貼而唔揀生果金，就係因為佢哋想將資源集中喺一啲資產比較少、生活真係比較吃力嘅長者身上。所以，如果你屋企個老人家係攞緊長者生活津貼，佢哋通常都已經係經過咗社會福利署嘅審查，佢哋嘅基層身份係被確認咗嘅。如果你係屬於我講嗰種不符合資格嘅生果金長者，你都唔好太難過。你可以睇下你屋企有冇其他人係攞緊在職家庭津貼或者傳輸津。因為只要屋企有一個人合資格，成個家庭以一個中電戶口計就可以申請，所以呢個係一戶一人合資格，全家受益嘅計劃。講到尾，資訊就是金錢。喺2026年，我哋更需要留意呢啲生活小資訊。我之後會繼續幫大家留意住，如果有最新嘅申請表格樣式，或者有邊間 NGO 宣佈會幫手代辦申請，我會第一時間再同大家講。大家記得要冚埋嗰個鐘仔。咁我有新片關於呢個電費補貼嘅最新進展，你就可以即刻知。2026年中電基層家庭電費補助計劃，大家千叮萬囑，一定要喺3月2號行動啊！唔好等，唔好拖。如果你仲有任何問題，例如你想知你住嗰區邊度有得攞表，或者你想知你攞嗰隻津貼究竟算唔算係長者生活津貼，你可以喺下面留言問我，我會盡量幫大家解答。或者你可以直接打去中電個熱線問。佢哋個熱線電話喺電費單背面通常都有。好啦，大家快啲行動啦，將呢個重要消息廣傳出去。2026年3月2號，我哋一齊去攞呢個電費補助，幫輕下個荷包。記得啊，係2026年，係中電，係基層，係要申請㗎，唔好再搞錯啦。我想再補充一啲關於在職家庭津貼職津申請者嘅注意事項。好多職津家庭嘅成員可能係打散工，或者係收入不定期，所以佢哋每個月攞到嘅津貼金額可能都唔同。但係唔緊要，只要你喺2026年3月呢段時間係持有有效嘅職津批核信，你就有資格申請。唔好因為覺得自己今個月攞少咗津貼就唔去申請電費補貼，呢兩者係冇衝突嘅。只要你有嗰張批核信，你就是合資格嘅受惠者。對於傳輸津學生資助嘅家庭，
記得要揾返嗰張由學生資助處寄俾你嘅資格證明書或者批核通知書，因為申請電費補助嘅時候，通常要影印嗰張信作為證明。如果你唔見咗張信，而家就要快啲去學生資助處申請反補發，唔係到咗3月2號你先嚟揾，就真係趕唔切㗎啦。最後，我想對所有基層家庭講一句：生活雖然辛苦，但係社會上仲有好多資源同埋好似我咁嘅人會同大家分享資訊，一齊面對。呢幾百蚊雖然唔係大錢，但係一份心意，亦都係大家應得嘅權利。記住，2026年中電基層家庭電費補助計劃3月2號準時開始，大家加油！